小米粽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原住民美食阿拜却演变成12人中毒，其中3人死亡的社会事件。可是为什么我们原住民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道歉？对，到底我们错在哪里？明明很多人平地人也吃过阿百跟奇纳夫啊。媒体做这样子的操作，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要抢快，是透过这样子快速耸动，甚至去争取大家的眼球。他不管这件事情是对或是错，但是我就是要去制造大家的恐慌，那觉得说你们的东西可能都是在山里来的，甚至可能是山猪送过来的，所以会觉得你们的东西可能就是没有所谓的卫生、经典等等。那阿百跟吉纳福到底要怎么分辨？那奇纳福是随便用颗粒状的，不一定是要糯米和糯小米做的。啊，插福就是包覆的意思，就是帮我随便包，我中午要吃的。可是阿百是要先用水浸泡1个礼拜以上，让它发酵。发酵以后，那个沥干的时候，再用木臼给它打成粉。阿百是比较讲究，所以所有的祭祀的时候，真的用阿百，不能用奇纳福来祭祀。阿百跟吉纳福怎么分辨？让经典再说一次。可以看到这个有这个磨过的这个 ginemo 的，就是有粉，然后就是阿飞，然后这个就是奇纳夫。我们要找出问题在哪里，而不是怪这个奇纳夫哈阿百，去怪他们说我们原住民随便乱吃怎么样怎么样。